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tephanie 啊，大家都叫我做黑嫂。我覺得第一樣嘢咧就係個震感。當你開一啲音樂嘅時候，特別係啲節拍比較勁嗰啲咧，就會有少少震感嘅。第二代咧就冇晒啦。咁今一代咧就加咗雙單元啦，低音方面咧就更加厚啦，更加澎湃嘅。因為我哋跑步啦，好需要節奏啦，咁所以咧有呢啲我聽呢啲歌嘅時候咧，如果個配合呢啲咁沉厚嘅音質咧，我就會更加容易進入個狀態咯。續航力啊！哇！呢隻耳機不嬲都個續航力真係好犀利喎，好多時我可能幾日先叉電一次嘅。而通話方面咧都冇乜特別大嘅問題，都好清晰咯。對方亦都接收到我嘅訊息咯。咁第一個目標咧就希望咧調理翻個身體，去翻一個適合訓練嘅狀態，去翻舊年咁 fit 就好啦。第二個目標你話比賽上邊咧，始終今年我自己喺訓練上邊咧有少少滯後，咁所以希望咧可以嚟緊呢幾個月啦，努力咁樣進步翻啦，去翻一個正常嘅訓練狀態，繼續向 PB 邁進。